在座大家從事嘅金融業呢，其實係香港一張好閃亮嘅名片。作為國際投資者首選嘅亞洲資產同埋財富管理嘅樞紐呢，去到2023年底呢，香港嘅資產同埋財富管理業務嘅總值呢，係接近31.2萬億港元嘅。我哋中銀香港一直以人為本，着重人才培育以及員工嘅發展。東亞銀行啦嘅財富管理團隊啦，我哋擁有好前瞻性、好豐富嘅一個市場信息啦，同埋專業知識啦。中信銀行國際一直為廣大嘅客戶提供使用簡易、適合需要嘅產品同埋服務。喺嚟緊嘅日子，我哋大新銀行會秉承以客為本嘅精神，繼續為客戶提供創新、專業同埋貼身嘅財富管理服務。恒生一直咧係為客戶提供專業同埋創新嘅銀行服務。喺 servicing 方面我哋一直有領先嘅 future banking。首先好多謝 Hong Kong IB 頒咗呢一個 Top Nomination Award 俾到南洋商業銀行，咁亦都係南商應該第6年攞到呢一個嘅獎嘅。渣打銀行一如以往會繼續提供專業嘅財富管理服務啦，亦都會繼續支持 Hong Kong IB Outstanding Financial Planner Award 呢個1年1度嘅盛事。好多謝中銀香港對我信任同埋俾咗個機會我，讓我有機會去參加今次呢一個比賽。多謝管理層對我嘅信任，令到我有機會去參加呢個比賽，為公司為自己爭光。呢個獎係我哋中銀香港上下一心嘅成果，多謝你嘅信任同埋支持。感謝香港銀行學會提供呢一個平台俾業界交流。中銀香港會繼續支持，為業界作出更大嘅貢獻。香港銀行學會一直致力為業內嘅專業人士以及有志投身銀行及金融業嘅人士提供專業培訓同埋指導。傑出財富管理師大獎已經有17年嘅歷史，咁係香港財富管理界嘅奧斯卡。我哋會繼續為業界同埋社會嘅長遠發展作出貢獻。第18屆嘅傑出財富管理師大獎呢，將會係喺5月29號就會係正式接受報名。咁大家今年攞到獎嘅呢，祝你下一屆呢攞個再高啲嘅獎；攞咗好多獎嗰啲呢，祝你下一屆再攞多啲嘅獎。